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圣殿，阮要敬拜你。阮将阮的心往你拍开，恳求你的圣神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心内，祝福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互阮的灵魂得到你的疼痛。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来仰望你，因为今仔日的礼拜是阮的祈祷。愿阮的一生，你所赏赐阮稳定的油抹伫阮的头壳顶，互阮的杯满出来，互阮一生徛起伫耶和华你的圣殿，直到永远。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归耶稣的圣名，阿门。伫旧年出外时，伫飞机顶看到一出电影，互我有足大的感动。我要甲咱分享我心内的感动甲祈祷。迄个电影的名叫做《满头是蜂蜜》，意思就是亲像诗篇23篇讲，上帝用伊的油抹伫咱的头壳顶，上帝用伊的油抹伫咱的头壳顶，互咱的稳定抹出来，流到咱的喙鬚，流到咱的衫，流到咱的衫肌，甚至咱所行过每一个骹步，迄个稳定的油，拢成做咱的脚趾甲记号。这个片的名真水，我想就亲像一个人的祈祷讲：天顶的上帝求你施恩赐福，互我的人生福气满满。这出电影伊最主要咧讲起一个失智的老人，迄个片足感动人。规出伫咧中间，我看了，我一直咧想讲：上帝啊，若到我年老的时，我会变做心中的老人。这个老人常常摕伊的太太，因为伊太太比较早过身，常常摕伊的太太的日记，摕伊太太的相片，伫遐咧看，伫遐咧笑念，而且常常甲伊的边仔的人问讲：你敢有看到阮某？伊已经袂记得伊的太太已经过往，但是伊感觉伊的太太要住伫伊的身边，看到伊的囝时，甲伊问讲：你妈妈走去倒？这个失智老人渐渐开始变做无法度照顾家己，伊甚至无伊中透早困醒起来，伊无走去便所，会来到灶骹冰箱的门开开，就徛伫遐，就尿尿。伊的新妇拄咧煮早顿，看到伊的大官安尼，紧来甲伊牵去便所，然后规卡冰箱都拢停出来，迄个家庭开始乱糟糟。但这个家庭是一个充满疼的家庭，伊的新妇真尊敬伊的大官，伊的孙仔嘛做尊敬伊的阿公。这个孙仔常常听到伊的阿公咧甲伊讲，伊恋爱的时，伊的蜜月旅行是伫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所以真侪因阿公阿嬷的过去的少年时的故事，拢一直伫这个囡仔的心内。有一日，这个囡仔听到伊的爸爸甲伊妈妈咧参详，咧讲到安养院，所以这个囡仔听到可能爸爸妈妈要甲伊送去，甲伊所听的阿公送去安养院，所以有一日，这个囡仔就款一个小包包，就牵伊的阿公，两个人就离家出走，伊要带伊阿公，重新去伊蜜月旅行的威尼斯。伫遐个怀念伊的阿嬷，伫最后，伊要去安养院进前，伊想讲伊会当带伊阿公去威尼斯就地重游。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安尼。你若有兴趣的人，你来看。这个故事，互我真深，想要甲兄弟姊妹咱做祈祷。有一日恁的年老，恁毋通可惜讲恁即摆做少年，所以牧师今仔讲，毋是要讲互恁爸爸妈妈听。嘛是讲互恁听，恁来为着恁有一个年老，恁来甲上帝讨一个生命的眼光，你对少年就会当看到一生的芦苇。我嘛要甲在座兄弟姊妹讲，趁咱还未老，准备咱的年老的日子。有真侪人讲，爱欠一寡钱，无将来无法度请回用。爱欠一寡钱，毋通拢总互恁囝后生。
人总是用人的方法来教咱过人生，但是兄弟姊妹，无论咱欠偌济钱，咱看慢的祈祷讲，上帝，我唔免请费用，上帝，我到年老的时候唔免穿尿布，上帝，我一生会当臃肿来照顾别人，唔免软只来互人照顾。呀，这你敢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兄弟姊妹，咱为着咱的将来年老，咱来开始学习。无论你做偌济准备，若毋是上帝的帮助，这个准备永远无够。你相信吗？所以有一日，要真做人人拢欢迎的老人，咱来学习咱的灵魂来改变。你敢有同意？有一款老人真造念，有一款老人真够埋怨，常常讲我真歹命，我安怎。但是咱敢会当甲上帝讨讲，上帝今仔日牧师甲阮讲到一个故事，这个电影的名叫做《上帝用迄个芳芳的蜜甲阮抹》，阮规个头壳拢有芳蜜。这是一个形容，意思就是上帝用伊的油抹伫咱的头壳顶，互咱的福杯满溢。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亲爱兄弟姊妹，祈祷，你问上帝讲。上帝，埃及伫过去伫约瑟的时代，捌有7年的饥荒，但是约瑟有智慧，所以为着将来埃及的7年的饥荒，又做7年的准备。因为有7年的丰收，所以后来7年的饥荒不但有够业，佮因会当度过迄个艰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看到你即摆无够业。有一日你要成做一个慈祥的老人，有智慧的老人，有信用的老人，你的孙啊，甚至你的干仔孙，拢想要听你讲话，甚至会当牵你去威尼斯就地重游。歹势啦，咱可能包括牧师，可能真侪人拢毋捌去威尼斯过，但是咱的心目中有一个咱真爱去的所在。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有一日，咱变做一个互上帝听的老人，咱嘛变做互咱的亲人三听的老人。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想要邀请恁读几节的圣经。这几节的圣经是为着帮助囡仔、老人拢得到生命的智慧。倘恁即卖只有10几岁，恁为着将来70岁、80岁，恁的准备将来恁丰盛的人生。智慧的言语，圣经内底有一句真重要的祈祷，写伫诗篇39篇第4节。这是代表的祈祷，讲天父上帝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影。中文的圣经讲，我生之中这3字啊，我生命的结束，我生命的尽头，我生命结束了后会安怎？生之中这个字伫圣经叫做。Kates， 这个字英语会当翻做 after， 就是讲到我生命结束的了后，到底会安怎？佮有一个字，伊会当翻译叫做 infinity， 有一种车马自达的一条车型叫做 infinity， 有无？无限的、无穷的。等我生命结束，唔是结束，我生命结束了后咧。好奇好重哦！这个字非常非常水，但是咱若甲读着中文，有时咱会界限着这个文字上的限制。兄弟姊妹，有着咱年老的时，咱的祈祷就是这种的祈祷。互我知影，人的一生年日无久长，人一生70，臃肿通到80，其中所夸口的只不过就是劳苦忧愁。主啊，互我知影。伫我肉体生命结束的时，还有一个，当我困去的时，就是我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当我肉体困去结束的时，就是永远我的开始。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习代表的祈祷讲：主啊，求你永远无离开我。
甚至到我年老头毛白的时，主啊，求你永远无离开我。有一条歌叫做不离不弃，有无？兄弟姊妹，你敢相信上帝对你的疼是永远无间断的疼？阿门。愿今仔日个礼拜，咱大大细细，咱存做双手，咱甲上帝祷告，上帝求你将永远活，将你永远无间断的疼，所以求你将卡特斯，一种永远我的活命。永远我的活命，赏赐给我，这是你今日卑微的恳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除了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永远赏赐给因。伊佫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主耶稣佫讲：我来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主讲：恁若为着我。放落世间的一切，注意听，咱若为着耶稣基督放落世间的一切，咱就要伫今生得百倍，伫来世得永活。或者思想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两种的意思，就是你活伫今仔日个世间，乐活一生，满足无憾。咱的一生要亲像食甘蔗，愈食倒头食。愈食愈甘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一生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乐活一生、满足无憾。我伫这个祈祷的边啊写一句英语，这就是喜乐阿嬷的遗嘱内底最后一句话。伊感谢上帝赏赐伊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 一个丰盛、完全。佮充满甘甜的生命，愿咱少年上帝所听的查某囝，愿咱少年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愿咱抬头仰望天顶的上帝，咱甲上帝讲：天父，我需要你。愿主甲咱三合伫地。今仔日圣经无论是旧约的诗篇，无论是伫新约的彼得前书。这两段圣经拢同款的文字，同款的意思。牧师用这两段旧约甲新约，最主要就是要甲咱讲，伫4000年来，上帝话伫古早，伫旧约中间，伊就已经应允。到耶稣的时阵，伊有缘甲伊学生讲，所以我一句话，上帝所讲的话，无因为时间年日来退流行甲改变。今仔日的诗篇34篇第8节，咱拢熟悉。圣经讲：恁来试看，试搁看，意思就是恁来担着，然后恁就知影讲上帝恩典的滋味是甚么。兄弟姊妹，向上帝大大开嘴，勇敢甲上帝讨。主，我要担着你福音的滋味，因为这个世间。咸酸甜涩各种的滋味拢有，多多求天父上帝，求你将福音的滋味，就是耶稣带到这个世间人的面前所享受上帝你备办的，互我知耶和华是好，我靠伊的人有福气。主甲咱三合伫地，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无放杀伊的囝儿甲查某囝的上帝。甚至连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伊阁强调所讲的话，写伫马太福音上尾章28章上尾节，伊讲：我的神就要甲恁三合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啊，这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个国外主耶稣已经上天了后，伊其实咱的耶稣今仔日是甲咱做伙活伫咱的心内，你相信吗？你相信伊应允讲，我要甲恁三合伫地，伫恁的生活中间，各种的情景，无论欠缺富足，我拢甲恁三合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所以代表讲，上帝恩典是一生的久。代表嘛讲，我一生拢有上帝恩典。我细汉是一个各样的囡仔。我到成长大汉的是上帝，互我做一个管理国家的奴仆国王。
上帝互我担着伊一生稳定的滋味。主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乐活一生，满足无憾，敢有可能？咱甲上帝讲，上帝我深深相信，有可能。毋免甲我目睭磕，我知影，甲我年老目睭要磕之前，我会讲一句话讲：上帝，我感谢你，因为对我细汉到今仔日，到年老，使我一生充满幸福。愿主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特别互咱年中的兄弟姊妹有愿望。老人常常感觉无幸福，是伊感觉伊什么拢无啊，对无？也无健康，也无勇壮，也无快乐。兄弟姊妹，毋是。虽然有一日咱的肉体慢慢衰老，但是咱心中的灵魂哪来那满足甲喜乐？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今仔日的礼拜嘛是邀请咱认真敬虔谦卑来面对。有一日咱目睭要开的时，天使甲上帝要接了咱进入天堂的大门，这叫做进入永生。恁去查考看卖，伫新约的中间，耶稣讲几啊句话，进入永生。伊讲进入天堂的门是蛇，进入天堂的路是恶。独认真的人会通进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嘛是一个祈祷。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到永远我的愿望，互我知影我的一生毋是敢若70岁、80岁。当我目睭开去的时，才是精彩的永远的开始。这是足困难的功课啦，因为你我无人去到天堂，所以世间要说服一个人相信上帝所想事有一个永远的愿望，拢毋是靠理性的解说。所以真侪基督徒因相信有灵魂的永远的理由，毋是因为理性的解说，是因为伫咱的日子的中间，咱经验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所以我相信，虽然我看袂到上帝，上帝听我；虽然我看袂到上帝，但是上帝是我一生的帮助。所以也因为安尼，我相信圣经所讲，上帝永远永远的愿望是真的。兄弟姊妹，求圣神开咱的目睭，互咱对今仔日开始，咱不但相信，咱嘛为着将来永远认真负责任，伫今仔日咱做基督徒的生活内底，做真正基督徒。主帮助咱，因为耶稣讲：既然相信我的，就要得到永远。这就是上帝所想示咱。愿天父上帝，互咱毋是敢若有理性。世间人最大的困难就是常常眼见为凭。少年人甲今仔日的人拢感觉因是有知识的，因是信科学的，所以因无迷信。但是科学并无一定会当互人看到迄个创造宇宙的看袂到的上帝。独只有用灵魂、用清气的心，主帮助咱享受信心，求圣神将这个信心放伫咱的内心，常常伫咱的内面，甲咱讲话，甲咱鼓励，甲咱引带。虽然咱看袂到人生的尽头，但是咱知影，人生是一个上帝的准备。今仔日圣经的信息，牧师要甲咱讲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求上帝锻炼咱，亲像黄金落花露。今仔拄对所有土矿摕出来时、洗出来时，今仔需要落真悬的火炉，伫遐扬起了后，将杂质分开，这个金仔才会当成做顺转的活命。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嘛，亲像安尼。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咱发出一个祈祷，亲像上帝所祝福的加西利约翰，圣经记载讲，这个囡仔的一生
是上帝所拣选，而且伊拄出世迄日，伊的爸爸就讲一个预言，讲我的囝行洗礼约翰，迄阵也未行洗礼啦。伊讲我的囝爱甲伊号名叫约翰，伊要一生徛伫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惊吓，用圣洁、正直、公义，要服侍天顶的上帝。愿主帮助咱，诚做即种的基督徒伫主的面前。天顶的上帝是咱的大牧者。今仔日咱的启示文所读的，就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搁落咧。恁拢要背，或者你有欠亏吗？是，咱是人，所以咱有欠亏。但是因为伊是上帝，所以咱拢相信上帝伫凡事顶悬，要帮助咱。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地。所以伫圣经中间有真侪即种的故事，包括大卫所讲的诗篇23篇，搁有就是一个叫做雅各的人。伊经历一生中间，伊到年老的时阵，伊甲伊的囡仔讲一句话，伊讲：咱的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伊嘛是我的上帝。伊对我少年到年老，伊一生牧养照顾我。或者何等宝贝的话，这个上帝是一生要牧养咱的上帝。愿咱做伙同齐来到今仔日，咱同齐来到礼拜堂。咱恭敬伫上帝的面前，搁一摆，互咱的心来领受伊的怜悯。主帮助咱，我可以让有福气，恁相信吗？恁愿意试看伊的恩典吗？恁愿意真心放落一切，主动恁做礼拜，主动恁做真实的基督徒，任何的习惯、生活的方式，恁愿意为着主？幸福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改变我，互我一生成做真实的基督徒。愿每一摆的礼拜，愿每一摆恁单独读圣经的时，上帝圣神对恁讲话，互恁听到伊所讲的话。我要用约翰福音、约翰行洗礼约翰的故事，甲恁分享，因为这个故事真宝贝、真水。约翰这个名，伊原本的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赏赐慈爱的上帝。耶和华是赏赐慈爱的上帝。约翰这个名，所有真侪基督徒真爱甲伊的囡仔号名叫做约翰。二林教会林主长老、陈林主长老甲因囝叫了一个名叫做陈约翰。后来这个囡仔做牧师，恁问陈华姐看我讲的有讲白差无？恁无可能，逐个人拢号做约翰啦。但是咱既然个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就是赏赐恩典的上帝。这个囡仔出世的时，伊的爸爸讲出这个囡仔的名，众人听这个囡仔咧讲起撒加利亚这个先知，讲到伊出世之前，上帝就已经预言，因安怎经历到这个囡仔伫伊的家庭中间的成长，伫巴多来的成长。恁倒去看这个路加对第一章，恁就看到这个故事。伫咧中间，众人讲到一句话，因问因心内，因听到撒加利亚的预言，这个约翰伊将来人生的事，众人将这个故事听落去，然后因伫心内问上帝讲：上帝，这个囡仔将来会怎样？兄弟姊妹，恁还会记得囡仔出世的时，恁抱着迄个囡仔时，迄个时阵恁想到什么代志吗？可能是袂记啊，恁敢捌抱着这个囡仔的时，恁问上帝讲：上帝，我的囡仔将来安怎？恁捌安尼想吗？如果若袂赴，已经恁若无想，已经袂赴啊啦。但是即摆恁会当问上帝，即摆徛伫你面前，这个人，伊的将来会怎样？兄弟姊妹，恁想，恁的将来会怎样？上帝讲：我要甲恁撒加地地，主甲咱撒加地地，互咱徛伫伊的面前。约翰要成做咱一个模范。咱若读着行洗礼约翰的故事，伊一生追求无世俗化的生活，咱学习伊，
圣经讲，伊一生徛伫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惊吓，用清气的生活，用正直的心神来服侍上帝。这是牧师带咱读这段圣经的心愿，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有清气的心。主教咱三个弟弟，互咱面对年老的时，咱对心中，就亲像今仔圣经讲，人若爱保守伊的活命，爱幸福的人生。诗篇今仔这34篇就是讲，你若爱幸福，你若保守你的生命，你就爱做两项代志。诗篇34篇第12节，伊讲，你若爱长岁寿，搁伫你的长岁寿中间有享受幸福的人生，爱做两项的代志。第一，离开圣经所指责的遐个无正直的行为，离开歹，追求什么和谐的生命。和迄个罗马字的圣经讲，追求和平，甲家己和平，甲人和平，大家新妇和平，父母囝儿和平，国家人民大家人和平。愿天父上帝互咱的人生是追求好，离开歹。咱生活伫一个人间天堂，是和谐平安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专心追求。诗篇34篇第14节是安尼，彼得前书嘛是安尼写。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搁有上帝话写伫这个彼得前书讲，上帝的目睭看顾义人，上帝听义人的祈祷。咱若愿咱的祈祷得到上帝的怜悯，咱就爱用清气的心来面对上帝。咱来用清气的心来面对上帝，您不但会看见上帝对你的应允，您嘛会当听到上帝伊所讲活命的话。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因为上帝的话安尼讲，主看顾义人，主会耳孔听因的祈祷。但是上帝用歹人变面，上帝用歹人变面。主帮助咱第二个祈祷。愿天父上帝开阔咱的家庭。拄则我讲这个电影的故事，愿望上帝帮助咱。少年人爱感谢父母，伫咱出世的养育到今仔日。虽然今仔日所有一切拢毋是偶然，有一日咱的父母年老的时，兄弟姊妹，毋是敢若穿衫长拿定，爱有真正的体贴。在父母的欠缺，这个查某孙啊，看到阿公，伊对心内有突发奇想，因爸爸给伊一张信用卡，伊就用着迄张信用卡，规欧洲走透透。因老爸毋知因到底，因阿公甲伊这个查某囝到底甲因阿公带去什么所在，所以伊就拜托银行，大概因查某囝若刷卡。因老爸就走去迄个刷卡的所在，伊即个国家到过一个国家，就伫个国家就刷卡，银行就甲伊讲，今仔日伫即个什么所在吼，恁查某囝去刷即个卡，因老爸就去跟拼迄个所在，一直足。最后，伫维纳斯团圆，不是维纳斯，威尼斯，天父上帝帮助咱，但是即个阿公已经袂记因后生是啥物人，因后生找着伊爸爸时。这个阿公甲伊讲：“你是什么人？”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家庭开阔，因为听的缘故，互咱的家庭充满上帝所祝福。上帝用伊的怜悯，恁会记得2礼拜前、3礼拜前，牧师甲恁分享圣经伫旧约内底怜悯这个字吗？叫做 Raham， 当然有3个字，一个叫做黑色，一个叫 Raham， 这个 Raham 这个字本身有2种的翻译，一个翻译叫做子宫，一个翻译叫做怜悯。愿天父上帝将 Raham 这个疼放伫恁的家庭，温育养育，互咱的家庭成做人间天堂。主帮助咱，互老人有愿望，互少年人有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
互咱的家庭成做人民的主将，每一个人伫家庭的中间来得到上帝的疼痛。今仔这个金句就是这个意思。伊讲虽然恁无真好业，但是因为恁敬畏上帝，虽然恁无好真好业，食足粗俗的白菜饭，但是恁的家庭若有彼此相听，较赢过好业人食大鱼大肉。兄弟姊妹，原咱的家庭无因为物质来互相相争，反倒当因为敬畏上帝甲相听，咱的家庭幸福满满。阿们吗？愿主将这个分享互相相通，这种的相听，放伫咱的家庭。会记日，互咱的父母无惊兄的心。毋免欠真侪钱，互因相信，无论我安怎，我的囡仔永远听咱。我要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所这也是一个伫我目睭中看真辛苦的长辈。但是有当时我去探访伊的时，我会听到伊讲一句真水的话。伊讲伊边仔的人足可怜，伊的意思，敢袂当安尼解释讲，我比因较幸福。所以讲，伊边仔的人真可怜。我要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有人无少着时间辛苦，再出再入，互所在啊伫礼拜日。常常会通真满足来做礼拜，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咱，互恁的人生，上帝会听不离不弃。我嘛要甲恁讲，牧师叫恁友好许多人，毋是因为恁许多人的欠缺，是因为恁需要。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学着生命的功课。是因为咱安怎做人，咱安怎互相款待，将来咱的囡仔就安怎款待咱。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毋是用责备来教咱，是用伊的圣神甲伊的疼，丰富咱的家庭、咱的生命。主帮助咱的家庭，直到咱年老。圣经中间讲，头毛发是老人的阳光啊，圣经嘛讲，特别是对摩西五经、对圣经一开始，犹太人上要紧的律法，伊讲恁都爱尊敬老大人，嘛爱尊敬恁的上帝。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无论社会安怎变迁，这毋是责任，这是咱心中所欢喜的代志。主帮助咱，互咱的家庭嘛，亲像这个 head full of honey。就是规粒头，上帝用伊的油抹伫咱的头壳。这个查某孙仔用爱为明天做投资。这个查某孙仔会安尼，其实不是偶然，毋是伊的爸爸无友好，所以孙仔就替爸爸妈妈友好，毋是。是因为这个孙仔看到伊的妈妈安怎照顾伊的阿公，看到伊的爸爸安怎尊重伊的阿公，所以这个孙仔。对细汉，伊的心灵中间就有尊敬伊的阿公迄种的人民的相听，灵魂中间上水的品格，兄弟姊妹是甚物？恁感觉生命中间上水的品格是甚物？听、尊重、甲接纳，毋是干那对恁的许大人。对任何你的朋友，你身边中间的做事者，兄弟姊妹，愿上帝将这个水的灵魂放伫咱的心内，这就是牧师所讲，甲恁分享的，开阔咱的心，求天父上帝，互咱有更较开阔、相听的心。圣经讲，长阔高深，伊讲，互恁会当明白耶稣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宽宽深，
当这个疼若充满伫咱的生命，咱无勉强，因为咱的人生自然而然就正做这种的人生。主帮助咱，最后我要用约伯的人生的祝福来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约伯书真侪人拢感觉真无容易了解，因为一个好人为什么遐尼艰苦一世人？但是兄弟姊妹，你唔通敢若互迄个艰苦的剧情来阻挡着你明白约伯伊生命中间有两项真要紧的代志。第一，约伯一生无论心中的环境，伊拢敬畏上帝。第二，约伯这个人苦尽甘来。恁若规本也未读足长的约伯书40几章，恁上少去读约伯书的最后迄章的最后5节。这人到伊的一生，上帝用加倍的祝福来怜悯伊，甚至到伊年老的时，上帝阁加予伊120岁，伊到最后心满意足离开世间。圣经就是安尼讲。阿们嘛，主我要心满意足，名字上帝你所想事我会应我。伫这个进程，圣经有一句话，伊讲：忍耐使老练，老练使恩望，恩望无抵到见效。伫忍耐的时，上帝用伊的疼充满伫咱的内底，互咱有上帝的疼痛。所以，咱会忍耐迄个艰难的时刻，咱无放弃咱的信心。求天父上帝操练咱，咱的人生各种的境遇，拢为着要操练咱，真侪顺转的基督徒。顶礼拜牧师有邀请恁读所罗门的祈祷，有无？主啊，求你伫我一生的要死之前，有2项物件绝对无保留。求你将这2项物件赏赐予我。第一，无互诚实的话离开我的厝，无互我讲白贼的话，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求你互我无上过好业，抵教我犯罪骄傲；求你互我无上过丧香，抵教我安那，因为欠缺偷摕来犯罪。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凡事老练。约伯最重要甲咱讲，人生的境遇。无什么通惊，独独敬畏上帝。所以约伯记42章就是最后一章。伫伊年老的时阵，伊反倒转成做伊的朋友的祝福。所以约伯为着伊的朋友祈祷，耶和华互约伯对苦难来活倒转，上帝加倍祝福伊。约伯42章16节，对打了后，上帝阁加予伊140岁的岁寿。直到伊看到伊的囡仔孙，安尼伊心满意足来困去，心满意足来困去。主啊，这是你所讲的话，主，这是你的奴仆所得到的人生。主，求你怜悯，互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经验着上帝你的帮助。愿天父上帝跟咱撒卡地的兄弟姊妹，长大成人。凡事老练，这是牧师为恁的代祷。愿天父上帝互恁的灵魂、恁的心思意念，凡事老练，会晓分别好歹。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安静伫你的面前。阮要问阮家己讲，主啊，阮的将来会怎样？主管阮心中听到你所应允的话讲，我的囝子，你免看路，你免为着明仔载要食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来看路，因为天顶的七照，因无正做。我养起因，互阮知影，你疼惜阮比疼惜天顶的七鸟啊，较超过。是互阮相信，圣经的话就是代表你。
主求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士大人、阮的长辈，互因圣神同在的愿望，互因灵魂的信心，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阮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要利益阮的一生到落尾。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告上帝，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